大家好，又係我軍事炮彈熊。今日我想講下追獵者式驅逐戰車 Jagdpanzerherz。追獵者式重15.7噸，人員4個人，裝甲前面有60mm，其他地方8mm。武器一支75mm炮同埋一支 MG34機槍，速度有42公里每小時，作戰範圍177公里。追獵者式驅逐戰車係1943年後，由於納粹德國需要更加多嘅反坦克武器，最好係自行嘅火炮或者自行嘅反坦克炮。喺呢個時候，德國要求 BMM 公司去設計呢架驅逐戰車。由於 BMM 公司有大量嘅 LT300 輕戰車底盤未被使用，所以 BMM 公司用 LT300 嘅底盤做咗一架追獵者式驅逐戰車嘅原型出咗嚟。之後喺1944年開始測試，喺1944年5月開始生產，到咗1945年生產咗2500架左右。追獵者式驅逐戰車有幾個好處：第一，容易生產，可以用返之前生產嘅 LT300 底盤去做；第二，用嘅材料唔多；第三就係追獵者式嘅火力非常之充足，防護 OK。由於佢嘅車身更加細，所以佢更加難以被人發現，可靠性係 OK 嘅。但追獵者式驅逐戰車都有幾個問題。第一，生產數量嘅不足。追獵者式生產咗2000幾架，但對比 T34嘅生產數量，光係淨係得76型都已經生產咗3萬幾架，可以見到嗰個對比。第二就係追獵者式嘅空間設計係非常之糟糕，亦都非常之細。佢嘅設計係非常之差，人員係要縮埋喺一齊，所以其實係非常之辛苦嘅。第三就係車長嘅視野啦。追獵者式驅逐戰車嘅車長係基本上係睇唔到嘢嘅，因為佢嘅座位係比較上靠後，亦都唔係太高，所以睇唔到好多嘅視野，亦都冇一個視野可以俾佢睇到，變咗落命令嘅時候係非常之困難嘅。第四就係當追獵者式驅逐戰車要瞄準一架 T34，而嗰架 T34係不斷嘅移動嘅時候，佢需要靠成架車去移動。不過呢個問題其實都係驅逐戰車嘅一大問題。不過呢架車嘅炮塔轉向的確係非常之差嘅。呢架車嘅戰力其實係非常之唔錯嘅，佢可以對為 T34啦、M4 啦、甚至 M3啦、M5嘅斯圖亞特呢啲戰車嘅。特別係如果佢係一群出現，即係例如以4架、5架、6架追獵者式同時一齊出現嘅時候，呢一架車嘅戰力係更加恐怖嘅。呢一架車亦都做咗德國步兵師後來嘅反坦克武器之一，生產咗2000幾架，但係佢嘅數量其實係非常之不足，所以到後來佢哋都無法阻擋蘇聯紅軍嘅入侵。呢架車係作為一架容易生產、好用嘅一架戰車，呢個係加分嘅。但係佢性能係非常之差。一旦架車向咗上嘅時候呢，即係例如話行上坡嘅時候呢，佢就通常都會睇唔到嘢嘅個車長，所以佢駕駛嘅時候係非常之困難嘅。同埋佢嘅射速係比佢主炮嘅射速係比其他戰車係要慢嘅。追獵者式嘅75mm炮發射速度係比其他75mm炮係低嘅，亦都比佢自己官方嘅數字係更加低嘅，因為佢嘅空間實在太細啦。好啦，今日我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